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阿未分享的大声，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预备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主你的带领，互阮会当伫7月份，虽然有风台，但是也有上帝你的保守，互阮大家拢通平安，嘛互台湾所有的百姓拢伫上帝你的照顾内底。 无有任何的伤害，阮伫遮献上感谢。总是阮伫祈祷中，也为着日本有风台来造成大大灾难，遮的百姓来祈祷，愿上帝你的安慰怜悯临到伫日本即个所在，互遮的百姓会当因为上帝你的疼痛，再一次来看见着性命远望。但阮犹原伫礼拜中，也来感谢上帝。 通过主你的圣神的感动，来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看顾，嘛会当伫圣神的做工内底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还未分享的大声，牧师伫遮嘛先甲咱大家先来报告。 咱伫即礼拜，应该是讲伫顶礼拜的时，咱伫台湾有遭受到风台。感谢主，咱的教会一切拢顺遂，嘛无有任何的伤害。特别爱真感谢道主明长老，伫风台前甲风台的当日，拢来到伫教会伫遮来顺礼拜堂，嘛伫教会的周边伫遮来做检查。 互咱的环境，互咱的空间，一切拢真顺遂。所以咱是毋是嘛用普卡声来感谢道主明长老伊的辛苦？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嘛代表讲上帝的平安临到伫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的身上。伫今仔日，咱要通过撒母耳下卷6章。 第1节到第5节，甲12节到19节的经文，咱要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感谢拄则吴明南长老所带咱读的圣经，拄则咱所看的圣经内底，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物件，特别伫旧约，就是约柜。约柜伊所代表的是一个上帝的临在，约柜嘛象征。 上帝甲大卫三角之地，所以互大卫伫即前40年的时间，会当有气力，会当伫伊40年的岁月内底，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看见着大卫用着敬拜赞美即款的行为来表示伊对上帝的旨意。伫今仔日的信息内底，再一次要来提醒咱。 听上帝是咱通过对上帝的认同甲委身，会当去经历着上帝和咱同在的意义。咱要进入到伫今仔日的经文，我犹原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或者是伫你手机啊，请你甲伊调整到伫台湾圣经公会的网页来做伙看撒母耳下卷6章第1节到第5节，以及 12节到19节，咱做伙来拍开咱的圣经。牧师真希望讲，咱伫礼拜中除了耶幕的圣经节的显现以外，咱嘛会当通过圣经，会当伫即中间来做伙读即个经文。伫今仔日撒母耳下卷6章，咱要看第一阶段，也就是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 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内容，因为咱爱知影，伫顶礼拜咱咧讲撒母耳下卷5章的时阵，特别伫第9节撒母耳下卷5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经文内底，伫即个顶礼拜咱所看的经文，甲咱交代，上帝透过大卫伫以色列的即前40年的时间。 互整个以色列会当充满真大的恩典甲荣耀，但是伫撒母耳下卷5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经文，
咱看起着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大卫来将耶路撒冷城来称作是全以色列的首都。伫这个部分，爱分做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因为伫政治上，大卫来称作全以色列的王，所以无论伊称作以色列的王，或者是犹大的王，拢会当看见着大卫来将两边的首都来调整到伫耶路撒冷城。所以首都的调整，互全部的以色列掠耶路撒冷做中心，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现。但是咱今仔日要看的是宗教上的表现，就是大卫来将约柜来运入来到伫耶路撒冷城内底。这个动作真要紧嘛，真意义，就是因为代表上帝临在伫耶路撒冷城。上帝临在伫耶路撒冷城，代表上帝甲以色列同在。简单来讲，对今仔日的经文开始，咱会当去知影一项事实，就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无论政治、无论宗教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我想咱要重点放伫约柜。对出来记25章开始，陆陆续续，拢甲咱交代约柜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物件。什么是约柜？伫早前出来记的时阵，咱明白以色列百姓因无礼拜堂，因嘛无有实际会当聚会的所在，所以因只有透过会幕，伫即中间内底的至圣所，将约柜放伫内底。约柜，伊两边，伊就亲像一卡箱啊，伊两边有两个金环，约柜有两支棍啊。因为对着以色列百姓来讲，出埃及会当关，会当光，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动作。所以根据旧约的诗歌，会当去明白，约柜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伊行伫头前，象征上帝甲出埃及遮的百姓三个同在。耶和华上帝是无法度用目睭看到的一个上帝。但是约柜具体来表示耶和华的王位，所以拄则咱看见的圣经内底，咱看见着讲这个约柜的名是用坐伫两个基路宾中间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来称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约柜所代表的是人目睭看会到的这个上帝。所以约柜伫旧约内底，伊象征是上帝的临在。更较要紧的是，这个约柜的内底放一个真要紧的物件，就是上帝的十诫。我想透过伫这款的记载内底，今仔日咱所处的经文是第1节到第5节，然后直接进入到第12节到19节的经文的时，咱会当去清楚知影，当这个约柜要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的时，大卫伊真欢喜，嘛真得意。所以，伊用着敬拜、赞美这款的心情来回应对上帝的重视。确实，伫这中间，咱看见着扫罗的祖囝米甲伫遮看轻大卫的行为，因为伊认为讲，大卫你做一个王，你太会当伫众人的面头前，安尼跳舞跳甲安尼无一个款式，所以伫这中间。米甲伫遮安尼来取笑大卫，毋过大卫伊回应米甲，伊跳舞的目的是要来荣耀上帝。所以通过安尼，咱会当看见着讲米甲的一生伫今仔日个经文甲咱交代，伊就无有任何的惊异。我想今仔日米甲这款伊取笑大卫咧敬拜上帝这款的心情，或者是用跳舞赞美这款的动作，米甲伊爱去面对的，亲像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
这个咒诅，咱看见着讲上帝的福气无栽掉临到伫米甲，地到米甲无栽掉生囝，这是伫旧约内底一个真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咱最后看见着讲大卫伊奉着耶和华万军上帝的名来祝福大家。这个目的就是要来表达百姓会当伫上帝的全能中间来得到满满的稳定。各位兄弟姊妹，我想通过伫今仔日这2节的经文，咱会当去感受到大卫是一个听上帝的人。如果咱若将今仔日的2节经文放做伙看的时，为着要运约柜，大卫去准备一只新车，然后大卫伫这中间来用跳舞、音乐、赞美这款的行为来赢约柜进耶路撒冷城。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会当去看见着讲大卫迄款听上帝的心情是真心、真性、甲真力。但是咱伫撒母耳的经文内底，若见摆讲到大卫，咱就会通甲扫罗来做一个对比。扫罗做王的时阵，伊无注意约柜，伊从来嘛无想着要甲约柜来运入去到伫伊所属的城市内底。扫罗伊认为讲，我只要有这4项以获得这个成功，就若亲像有护身符共款，一切拢毋惊。扫罗将上帝看作是奴仆，仰望上帝爱听伊的命令。但是大卫做王无偌久了后，伊甲约柜运出来到伫耶路撒冷城。这2个对比，会当去明白着讲，大卫伊对上帝的听，甲对上帝的敬畏，来看上帝的同在做上要紧。伫顶礼拜，咱的讲题叫做“因为耶和华甲大卫同在”。总是伫今仔日咱的经文的讲题内底，牧师所讲的是大卫所注意的代志。顶礼拜咱讲的是因为耶和华甲大卫同在，但是这礼拜咱换一个角度去想，大卫所注意的代志就是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的同在，互大卫会当执政40年的时阵，会当充满上帝的稳定。各位兄弟姊妹，什么叫做上帝的代志？我想，咱爱倒来到伫咱的生活去想，上帝的代志，就亲像咱咱遮的兄弟姊妹，咱伫生活的中间，拢会讲一句真简单的话，安尼来形容讲：若无你，我就会安那；若无你，我就会死。上帝的代志，就亲像这款的形容共款，若无你，我会死。透过安尼来去表示对方对咱的重要。当今仔日咱看见着讲，全以色列的王大卫，伊清楚伫人生的中间，上要紧的代志，就是上帝的同在。透过上帝的保护，透过上帝的守护，互整个以色列国家伫这40年来充满上帝的稳定。这款的信仰，伊来去连接伫整个10条诫第1条诫所讲，除我以外，毋通有别的上帝。当今仔日大卫伊来顺服上帝10诫第1条诫，除我以外无别的上帝的时，咱会当看见就讲大卫伊的人生内底，伊掠上帝做上要紧。但是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所以大卫的人生内底，咱看见就讲，当一个人伊完全信靠上帝的人，上帝绝对负责到底。各位兄弟姊妹，咱看见着今仔日的经文的最后有讲起，大卫奉万军的上帝耶和华的名来成做百姓的祝福。请咱大家爱注意，
万军的上帝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全能。透过上帝的全能来讲，做是一个祝福的时阵，代表讲百姓的无力、百姓的无能，会当透过上帝伫软弱的中间来看见着上帝的光强。各位兄弟，这对着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恩典甲福气。所以大卫伊用着音乐、用着唱歌、用着跳舞来用这款敬拜赞美的方式来回应上帝。大卫伊的性命，伊用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就亲像伫诗篇16篇所讲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来快乐。”大卫的行为来证明讲，伊甲上帝有真亲密的连接。大卫的重点，伊第一是上帝，伊用敬拜来表示对上帝的疼，所以伊真心、真性、甲真力。各位兄弟，我想通过今仔日个经文，咱倒来到伫家己的生活，咱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勉励。咱的欢喜、咱的快乐是为着什么？我想伫现代，真侪人上介兴趣、上介有意义的代志，差不多就是趁钱甲升官。为着要达成目的，真侪人会当不择手段，或者是开始去找偏方来求神拜佛。渐渐，咱的性命无法度看重上帝，嘛无法度来将上帝放伫咱性命的头一位。所以对遮，咱会当去看见着讲，人来离开上帝是堕落的开始。身为一个台湾的基督徒，牧师真期待讲，咱做伙来学习甲操练，来将咱的心思意念专心来放伫上帝。来到伫礼拜堂，咱会当用着什么款的行为来回应咱对上帝的疼？或者是讲，来到伫礼拜堂，咱会当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表示咱疼上帝？我想伫遮会当安尼来甲咱大家做一个邀请。当咱每一次咧吟圣诗的时，咱会当大声来吟唱。当咱每一次主礼也是聚会带咱大家来祈祷的时阵，咱会当大声来讲阿门。当咱的聚会带咱咧读启应文的时阵，咱会当大声做伙来应答。我想一个真简单的意思，就是咱会当用咱的声音来回应咱对上帝的疼。咱会当用咱的声音来回应上帝甲咱三角同在迄款的欢喜甲快乐，因为声音是咱心灵和诚实上界真实的反应甲表现。我想伫咱的教会内底，特别伫传统教会，虽然咱毋是一间礼仪式的教会，所谓的礼仪式的教会，就亲像天主教或者是圣公会这款的教派。但是我想，咱做伙来学习，嘛做伙来明白，特别咱是伫一个礼拜堂的空间内底。有的人伊会认为讲，旧约都已经讲起着，约柜已经毋知影走去伫倒了。但是咱毋通袂记伫咱的教会，都有一块圣餐桌。圣餐桌伊等于就亲像约柜共款，所以真侪时阵，牧师拢会交代办公室，头前即块圣餐桌毋通凊彩刷叮当，因为这象征上帝的临在。伫传统教会内底，我想咱爱对即款的教导做伙来学习，做伙来明白，因为这是一个礼拜堂。伫礼拜堂的内底，
咱来分别做事。当即个圣餐道伫遮的时阵，小会员伫遮的服侍，就亲像圣经的交代，利未人咧赴约柜共款。所以，即个圣餐道，伊所代表的是一个上帝临在伫教会的一个意义。所以，今仔日咱组织伫教会内底，咱伫遮吟诗、唱歌、祈祷、读经，拢是围绕伫圣餐道的中间，咱透过即款的礼仪来成做咱对上帝的敬拜。所以，牧师真期待讲，咱的小会员，包括咱所有的兄弟，咱做伙来斗记即个意义，就是即个圣餐道伫尽量会当来甲伊依持伫礼拜的中间。我想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价值甲意义。特别伫咱的传统教会，牧师对新行院较大，已经实施的教会，今年已经103年。第二间实施的教会已经150年，第三间实施的教会已经100年，到伫牧会的教会已经146年。常常拢会听见着真侪会友会安尼甲牧师分享。今仔日我来到伫教会，我爱将我上清气，或者是上界整齐的服装、服仪，会当来伫礼拜中表现出来。因为来到伫教会，进入到伫礼拜堂，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敬畏甲听读。所以牧师真期待讲，咱来到伫礼拜堂这个空间的时阵，咱会当亲像大笔听上帝共款。咱来去想，伫咱的生活内底，咱会当怎样来去回应咱对上帝的听？听上帝是一款用行为、用行动来表示，毋是亲像咱咧暗念《申命记》6章第5节所讲的，尽心、尽性、尽力听从上帝，安尼就过。是咱伫听上帝的内底，会当互咱的生命生活不断咧做信仰的告别。所以，咱倒来到伫咱家己的生活来去想的时，到底咱要怎样去听上帝？伫每一间教会，或者是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来做伙来想，听上帝毋是来礼拜堂拜日有来打卡奉献，安尼就准拄煞。是咱要怎样伫咱的生活内底，甲信仰会当产生关系？大笔伊用着敬拜赞美这款条条唱歌的方式，来回应伊听上帝的表现。那安尼咱呢？咱要怎样来表现咱听上帝？我想咱有真侪方式，有真侪的机会、时间，会当来表示咱对上帝的听。但是牧师干那要提醒咱，听上帝毋是一个口号，听上帝是一个行动。换一句话讲，咱要通过这个行动来，互咱伫每一日会当有操练的功课。所以伫今年咱教会事工的主题叫做“活出基督的样式，强化基督的生活”，就是希望咱伫听上帝这款的信仰教导内底，咱不断来学习，不断来进步。毋知影对当时开始，伫长老教会的周报，拢会来讲起着讲基督徒的生活爱有几项、搁几项。但是目前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真清楚甲咱交代，基督徒的生活有8项。这8项，第一，敬神听人；第二，每一日读圣经；第三，常常祈祷；第四，温群聚会；第5，欢喜奉献；第6，
带人信主；第七，服务社会；第八，医护生态。我想，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要来听上帝，伫这个世代内底，咱会当透过这8项，咱做伙来学习，嘛做伙来思考。因为当咱若有注意上帝的时，咱会用行动来表示咱对上帝的听。如果咱若有注意上帝的时，咱就会用欢喜快乐来取代忧愁和抱怨。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我想伫即站，咱透过大卫的故事，咱会当真清楚看见着讲大卫伊的发达，大卫伊的成就。若假使讲无上帝，一切都无彩工。大卫伊的成功，若无因为有上帝，伊所做的一切都空空无路用。大卫的执政40年，无论伫历史，无论伫圣经，拢互咱真清楚看见，黄金的王朝、荣耀的国度，拢是上帝带领。大卫的一生，若如果无上帝，伊只不过是一个军事家，或者是一个饲羊的少年人。但是因为伊有上帝，伊的性命有路用，伊的人生充满了有价值。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就亲像大卫同款，听上帝。因为当咱听上帝的时，会当亲像大卫尽心、尽心、尽力，通过对上帝的听，来互咱的性命无同款。因为伫这个时代内底，咱需要对上帝有更较多的认同，咱需要对上帝有更较多的委身，透过听上帝这款的信仰，来帮助咱的性命会当看见着成长。愿主赐福，嘛愿上帝引带咱淡水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亲像大卫同款，会当成做有路用的人，亲像大卫同款，会当伫认同和委身的中间，看见着性命的成长。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主你的赐福，也感谢主你的带领，互阮淡水教会会当学习大卫同款，伊怎样来听上帝，也互阮会当伫听上帝的内底，来得到上帝大大的赐福。愿上帝你甲阮三角伫底。虽然有当时阮伫生活中间有挑战，你教互阮伫听上帝的过程中有软弱、有忍耐，但是阮犹原要学习怎样来尽心、尽性、尽力来听主上帝。愿主赐福，愿上帝你看顾，嘛愿上帝你临在伫淡水教会，来赐福互阮淡水教会。会当亲像大卫执政的40年同款，充满稳定，充满福气，来成做荣耀的见证。愿主你带领，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